讲到今仔日呢，这全台湾的邮局伫中昼时阵，无论是柜台或者是 ATM， 拢是无法度领钱的，甚至有民众去 ATM 领6万，已经去互扣钱啊。不过去机台拢无吐钱出来，是伫咧现场等眠2点钟才解决的。中华邮政表示，讲是因为这主机连线故障，一直到下晡2点15分才处理好势。那种互扣钱无摕到现金的民众是毋免烦恼。中华邮政也讲，今仔日呢就会补转去你的口罩。早起11:34，全台邮政系统发生大宕机，临柜也是 ATM 拢无法度运作。台北市内湖区就有民众到 ATM 领钱，机票无出来，只等到一张交易凭税单。我就从11:22等到刚刚才能够，他先帮我的钱先预存回去，我才能够暂时领出来。他的钱要到明天才能够冲销，看看有没有多这个6万块。民众提出交易凭税单，表面写领的金额6万，不过支付金额煞无出现。凭税单也表示已经过时，请查证存的钱确真交易，都惊引起无必要的误会。王先生也第2摆提领现金12000块，结果也是去拄到误奖。我有特别请他们的志工人在旁边，我说大姐，你看这不是我说谎，给我的一张纸说我领了12000，但实际上来讲并没有领出来任何钱。邮局登记系统时，若 ATM 荧幕显示唔通插卡，就连路加紧破坏机器甲领号码的机台，也打抓条提醒民众无法度作业。有人要夹批，也因为主机连线异常无法度夹。电脑宕机呀。那大概什么时候才会修好？他说大概1个钟头，先去办我的事情，待会再来。邮局发声明表示，早起11:34，因为主机连线异常，使得营业窗口甲 ATM 系统服务无稳，一到2:15分，全国网络连线恢复正常。经过统计 ，ATM 影响252户跨行提款行终端，目前已经处理100多户。另外，邮局本行用户有1000笔，会尽量赶伫今仔日回充给客户，别影响人家权益。内部骨干的网络出问题，那内部骨干就是说，从我中华邮政公司的主机一直连到各地的邮局、临柜座位跟我们 ATM 座位都会受到影响，没有完全启动，所以有的部分有起来，有的部分没起来。中华邮政表示，过去毋捌发生网络无稳的情况，答应袂阁发生，会阁做完整评估考量，调整相关备援机制，也会找出原因，避免阁发生网络无稳的情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